后早，欢迎收看今日7月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一开始，咱来关心站7点外，花莲发生规模5.4的地震，地震的中央伫花莲的寿丰乡，深度敢若7.6公里。花莲上大震度是5级偏弱，而且昨暝是海关暗。今日透早6点外，又搁发生规模5.4的地震，即届上大震度是4级伫花莲。气象局讲，这两天拢会有地震尾。初七暗地牛冰心，伫花莲民众厝内天幕的电风又来海去，伫监视器拢能感受到地震的威力。吉安乡一个民众厝内门口规片的玻璃壁开，扬下规涂骹。我还以为平常那样的小晃晃哦，没想到今天的地震超大。前面突然有一个声音好大，然后门口玻璃全部都破掉。这边的地震规模5.4，发生伫个初七暗7.24。深度7.6公里，震央伫咧花莲县的寿丰乡，伫花莲验了上大震度是达到5.6。花莲县的北部区域有3级到4级，进步向外传，台北港台南的震度拢是1级。因为我们是花莲的人，所以说对地震已经麻木。气象局讲，伫初七规天，花莲总共发生9遍地震，初八透早2.50加5.31，共发生2遍小规模的地震。地震中心讲，花莲是地震的复发区域，这边主要是凹板块加菲律宾板块小浓所造成。所落来2-3天，一个规模3到4级的地震。我们预估这个地震发生之后呢，它的余震大概就是2到3，会持续的2到3天，那规模大概3到4左右。一般来讲，我们把规模5.0以上的地震就会叫做中大型的地震。好刚在花莲消防局伫咧地震发生了，无接到重大灾情的通报。受地震的影响，台铁宜兰花莲之间的列车速度拢放慢，到暗时10点就恢复。地震中心讲，伫最近可能会常常发生地震，要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来关心，咱台湾的友邦海地因的总统摩伊士初7昨在伫因岛phòng暗杀死亡，第一夫人马丁当场送去美国的迈阿密治疗。临时接管国家的乔赛德宣布讲，全国进入警戒。有报道讲，凶手是一名美国掠毒品的官员的人员，要讲要来查案的。也毋过，海地驻美国的大使也有美国龙河人。海地总统摩伊士徛喺外口的街仔路全部都封锁，调查人员伫咧现场检视，途中会当看到枪支卡，边顶有枪支空。案发时间是初7透早1点半。Sama dia form dulu ni komisi tadi. Shot kalau menditia di Pasia. C'est comme ça. Voilà. Complet. Liu. Oui, li complet komisi ni. Théa chaviré. Un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même nous avons un problème avec elle, mais nous ne pas souhaiter ça. Nous pas souhaiter la mort quand même. 摩伊士被暗杀身亡，伊的3个囡仔拢真安全。第一夫人马婷伤势严重，送去美国治疗。临时总理乔赛德宣布全国戒严。Kita parler anglais, avec espagnol. Yo te genyen gros arme fan fois nan men. Ki touye président république là. 有媒体报道，凶手讲家己是美国缉毒局的人员，美国加海地驻美国大使艾德蒙拢否认。艾德蒙讲是职业失手做的，而且可能已经离开海地。They presented themselves as DEA agents, but just to carry out the dirty mission. 53岁摩伊士进前是水果的大盘生意做甲正大，2017年上任了，生意拢无停。伫执政期间，混乱的政局毋若无稳定落来，抑个愈来愈严重。腐败、帮派，抑个街头的暴力拢无停，有一寡政党也牵涉伫咧其中。反对党指控讲，伊本来应该伫咧今年2月初7就下台，却接到刑事法令通知，无受监督。也个讲，伊的总统会当一直做到2022年的2月。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咱台湾的友邦海地因的总统摩伊士洪暗杀死亡。咱总统蔡英文有透过英文 Twitter 表示哀悼。咱外交部是表示，驻海地国人甲侨胞即马拢平安，会继续关心后续的发展。海地的代理总理乔赛德证实，咱国友邦海地的总统摩伊士被刺杀身亡。第一夫人也受伤，
总统蔡英文找这案用英文伫咧推特发文，代表台湾人民甲政府表达哀悼，也祝第一夫人早日恢复。伫这个困难的时期，会甲盟友海地徛做伙，也打电话给海地驻台湾大使。我国政府质感震惊，外交部长吴钊燮已经在第一时间代表总统蔡英文致电给海地的驻台大使潘恩 （Ambassador Rudy Sterling Pan） 来表达台湾政府跟人民最深切的哀悼跟悲痛。蔡英文找到则伫总统府接见海地新任大使潘恩，并且再一次感谢摩伊士支持台湾的发言。外交部讲，海地最近治安无啥好，不过咱伫咧海地的侨胞拢真平安。根据我们驻海地大使馆掌握，在海地的国人跟侨胞都平安。外交部我们会持续密切的注意海地的政局后续相关发展，并且我们诚挚的期盼海地社会能够早日恢复平静，人民的生活也能够尽速的恢复正常。咱国家海地建交已经65年，总统蔡英文伫咧2018年拨予隆重的军礼欢迎摩伊士昂姆来台湾，感谢海地长期支持台湾的各项国际参与。摩伊士捌伫咧去年的联合国大会总辩论，感谢台湾协助对抗疫情，也要求联合国接纳台湾。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搁等下，咱国来关心咱国内昨昏新增加39个本土病例，甲一个带病入境的案例，计共有9个人死亡。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整体来看病例数无啥增加，若啥境界敢有法度做调整，政府已经有咧研究。今日伫行政院的议会嘛会做出决定。另外，专家小组的调集人张尚纯之前有咧解说讲，为怎样咱的死亡率会较悬的时，有讲到死亡的案例内底有2成其实是放弃急救的，其实救会转来，所以这发现引起争议。伊昨昏嘛专工向社会大众回示咧。国内新冠肺炎本土疫情拜三初七新增加39例本土病例，个案分布以台北市加新北市各14例上多，搁再来是桃园市11例。本土的病例有39例，39例，比昨天多哈。那不过居家隔离里面来测出是阳性的里面就含了21位这也比较多。那整体新增的病例并没有明显的增加。另外新增加9例死亡的个案，拢有慢性的病史，其中有2例是较少年，案例1277是50多岁女性。5月底因为骨头长期住院，因为迄个病院有确诊的患者离访话着。6月11采检确诊，后来因为肺炎并发喘气困难离过身。另外一个是案例13039是40多岁女性。是西药剂的患者本身有癌症甲糖尿病的病史，发病了后一度使用呼吸器，住院3礼拜，依然不治死亡。6月17号的时候住到加护病房，那当时就已经是呼吸衰竭，需要用呼吸器的一个情形哈。那不过很不幸，就是在住院的大概3周的期间哦，病况还是没有完全的恢复哈。那后来也有这个恶化的状况，所以在7月5号的时候过世。伫进前指挥中心进行死亡的个案分析的时阵，讲到近2成患者签署DNA 放弃插管的急救是高死亡率原因之一，有相当的比例永远会使救回来，引发医界批评。对此，专家咨询小组调集人张尚纯表示，家己用词无够正确，引发误解，也来核实咧。签署 DNA 其实是一个很严谨的过程，通常都是经由医护团队与病人家属充分的讨论之后所做的决定，大家都应该予以尊重。前天的报告，我的表达用词不够精准或不够恰当，我还是要说抱歉，绝对没有要去指责或伤害任何人的意思。对着最近网络有咧传讲新冠疫苗注射登记系统无正常是不实的信息，指挥中心强调，全国第9、第10类对象的民众拢会使预约登记，毋是虚设的预约，而且这记录未被消毒，请民众毋通相信转传也是散布。而第3级警戒标准是毋是来做调整？即阵也伫咧检讨研究中。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华航的货运站有员工确诊，这个员工的厝内嘛有3个人去会着，即马当地走出感染源。那这2天嘛靠900人做体检。指挥官陈时中是强调讲，确诊的这个员工伊的工课无去接触到送来台湾的预防者，所以大家毋免紧张。华航货运站传出员工确诊，消息传开，引发议论。不管航员工认为应该扩大采检，这次这情况可能比北龙还较危险。货物是全性来走透透，换到疫情的因素来摊开。司机还不见得是说物流公司，因为我们所在的包括有
私家经营，他自己叫货运行来载的，还不能单一是只有华航、华厨人，这个我们承揽跟报关也有上千人在这边作业，所以我一定呢要求他们还有我们卫务部啊，要做到彻底。该员工的办公室位在华航的成都2楼，即阵华都大楼维持正常办公。根据统计，华都大约有200-300名员工，报关业者有700-800人，一天的人流会达到2000人。台北市报关工会报案，即阵无收到检查通知，也无被注册注射疫苗，这些人处在画着风险。疫情指挥中心证实，华航客运站有1个员工去画着，厝内底有6个人出现互相相互感染，总计4个人去画着，传染源不明。要裁减大概是同楼层的所有的工作者，那就会列在他们的裁减的范围之内。这个员工因为业务的关系，跟华都无直接的关联，不过工作内容除了伫办公室也出入仓库，是毋是接触疫苗的运送任务？但市长贺林表示，这个员工是地勤，并无负责疫苗的业务。即阵已经完成相关的疫情调查，正在列出接触者，初7、初8也大规模采检，大约有900人。他们一层楼没有几百人那么多。所以说那个应该是普筛，应该是整栋货运大楼去普筛吧。另外，团次华航确诊员工的厝内底人是长营员工，长营表示相关情况也是按伊疫情指挥中心公布为主。这个确诊的员工对5月中就开始自主办公，无违和公司其他员工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做伙关心天气，今仔日明仔载2天是吹东南风，是温暖的空气，所以真热。咱来看温度。这2天各地拢真热，高温伫32度至35度，尤其大台北盆地、宜兰、花莲、创国甲高屏地区有机会高温升到36度以上。除了是透东南风，太平洋高压嘛继续影响咱台湾，加上咱台湾附近即马是无热带扰动，也是水汽，所以各地天气真稳定，拢是多云到好天。过到落西北雨的机会真悬。伫中南部、大台北地区，各地山区爱说2号会落到暗时。另外，今仔日是新竹县云较低，高大雾会影响能见度。透早能见度剩无200公尺，乡亲出外要注意交通安全。镜头来南部某一间私立的动物园，原皮世界前一阵仔是互人亚讲，因此吉林路、长暗路的环境无好，10年是饲死4只，年底又搁要进口18只，动保团体赶紧出来动。前一阵仔传出顽皮世界麒麟鹿皮皮去互吹死，加上园区10天内发生4只麒麟鹿过身，互外界质疑养饲的环境有欠缺。也若即阵园区拍算伫咧年底要对史瓦蒂尼进18只特别绝种的盲文麒麟鹿入来。动保团体表示，贸易对象和红色的关系真好，将阿帕拉法也有 CITES 国际贸易公约管理的权力，根本是球员兼裁判。纵使你是非会员国的这个交易，你还是要请对方提出无危害跟合法来源证明。And I would urge you to verify the documents, the information, everything that's been received before going ahead with this transaction. 动保团体表示，顽皮世界要引进的是肯亚、索马利亚甲伊索比亚的原生种盲文麒麟鹿。不过，这个国家这几年拢无输出去史瓦蒂尼的记录，若无相关的文件证明，恐惊会牵涉非法交易。那顽皮世界本次申请输入的众审的文件皆符合规定林务局依史瓦蒂尼 CITES 管理机关所提供的文件本引进的动物皆为农场饲养的繁殖个体因此评估此案不至于冲击长颈鹿的野生族群，亦无影响台湾的生态环境，所以我们在签审平台同意他的输入申请。林务局表示，顽皮世界送审的文件拢有下规定，也承诺1礼拜后针对动保团体这期会做出具体说明。记者민진林學凱台北報道。看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财政部统计处昨昏公布6月份出口的金额是366億5千萬美金，年增率是35.1%。若6月份進口的金額嘛有315億1千萬美金，年增率是42.3%。財政部是用熱來形容6月份的進出口，嘛表示歐美國家陸續解除封鎖，需求量會繼續增加。來看聯合報。何明德行善團團長何明德在生進前造橋鋪路做大善事，若伊過身了後，伊查某囝甲囝婿用伊的名義繼續咧募善款。
18年来募到14亿元，结果煞食钱私吞6亿9千多万。即马互家己地检署依照洗钱罪、公益侵占罪加以起诉。因2个人是背回讲因无侵占，只是暂时保管。来看《中国时报》，6月份疫情大爆发。目前累计的致病死亡人数有719个人，传出6都火化人数有11000多人，比去年同期有加2800多人。不过这个官方公布去画着死亡，也是注意放下死亡的数量加起来有正大的落差。来关心预防车，咱家己买 AG 预防车，昨昏阁有62万吨到货，是对泰国送到咱台湾的。不过有外国媒体即马是报讲，泰国生产的这批预防车并无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的核准。咱指挥中心是表示讲 ，AG 预防车这一批预防车拢是有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的紧急授权。若泰国这一批，咱政府嘛去调查，也毋过无论是对倒位来的，咱家己一定会检验。台湾买62万剂 AG 疫苗，初次顺利为泰国运到台湾。这批疫苗是泰国先罗先期第一摆生产的疫苗，效期到10月30。不过外国媒体报道，这批疫苗由泰王外籍劳工完全掌控，相关产能甲品质资讯无透明。不过 AG 最后有缘决定甲签约合作。外国媒体也指出，这批疫苗还未摕到世界卫生组织甲欧洲药品管理局的核准。我们当然自己要查。关于这个整个，我们当然是选用在 WHO 有 EUA 的疫苗。当然个别的厂，我们还是个别就它的一个厂的资料，然后到了之后封签检验，我们也会做完全经过我们的一个详细的检验，才会让大家来施打。指挥中心强调，疫苗入了后一定严格把关，且个人放心。不过外界也关心，这批无得到世界卫生组织核准的 AG 疫苗，是不是影响后续民众注疫苗的作业？专家认为，大药厂无可能会省家己的脆皮，假使愿意授权予泰国厂来制作，都要为疫苗的品质负责。理论上来讲，假如说它挂上 AZ 的名字的话，它的品管应该是英国的 AZ 的总银行，它会去做这方面的品管，而不是说让它随便它这个样子。比方说出现的一些相较比较严重的副作用，需要救济的部分到底要由谁来负责？是要国内吗？还是我们会跟原厂部分来求偿？在购买时候，它的合约其实大家都会有一些端倪。专家建议，这批疫苗入来了后，一定要加强资料的监控，注意是不是出现安全警讯。指挥中心是强调，国内已经完善的疫苗安全通报系统，若出现不良事件，会根据做的人疫苗的配合追踪，假使出现状况，都要让民众来做。记者综合报道。预防车真侪牌子，敢会使揽咧做？西班牙即马有一份报告，讲预防车若是爱做2档，头一档做 AG， 另外一档做 BNT， 安尼免疫反应抑个保护力，拢会比2档共款做 AG 抑个较好。新冠疫苗揽咧做到底有较好无？是毋是有科学证据支持咧？台大公卫学院初次举行线顶的会议，公布西班牙最近医学期刊的研究报告，发现463个受试者做 AZ 疫苗甲 BNT 疫苗4礼拜了后，比做2剂 AZ 疫苗保护力更较好。意思是讲，无论血清检查、IgG 免疫反应，还是中和抗体浓度，拢比同一个品牌疫苗较好。不过，也有揽咧做了后12礼拜，结果还未公布的。若做数据显示也是正确的。未来疫苗揽咧做普及率会提高。另外，最近国内开始大量伫做莫德纳疫苗，对新冠疫情4大变种病毒的保护力也做出相关的研究。莫德纳疫苗对于阿尔法跟 Delta 都可以达到有效的保护的这个效力，综合的能力下降的倍数不多，分别是 1.2 跟 2.1 倍。贝塔跟伽马这2个病毒，它下降的这个程度就非常的剧烈，下降6到8倍。那伽马就则是下降了3.2倍。那这是一个未来变种病毒是不是能用疫苗控制的一个隐忧。连续3天新冠本土确诊数创下新低，7月12了后，是不是会当小可解封呢？台大公卫学院也提出科学解封的理由，强调目前数据资料显示符合解封的条件。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全世界的确定病例是超过1.8万例，死亡人数嘛超过400万人。咱来看详细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40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5128例。中国的病例有91000多例，香港超过11000例，伫日本是超过81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3400万例，印度是超过3000万例，巴西嘛超过18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是超过500万例，伫法国是超过585万例。那印尼嘛继续咧受到Delta变种病毒的凌迟。确定病例、死亡人数拢直头增加。为着要鼓励民众紧去注意风险，有警察就装作鬼，甲民众吓惊。若面对无守规矩的群众，嘛会出动消防车去抓水。伫乌暗暗的大路，几内人规身躯包着白布，面上画的妆也真恐怖。这毋是鬼厝，也毋是伫咧举办万圣节的宴会，而是印尼东了外省马龙市的警察，为了宣导民众遵守防疫规范，员规来引起注意，也呼吁民众紧去注射疫苗，强调疫苗安全，而且符合伊斯兰的法律。Malam ini melaksanakan kegiatan edukasi terkait protokol kesehatan COVID-19, yang mana hal ini kita sampaikan kepada masyarakat. Ini adalah bentuk gambaran akibat kurangnya kita disiplin terkait prokes kesehatan COVID-19. 另外一边，中了外省的三宝龙执法人员出动消防车，对着无遵守防疫规范的民众来抓水。餐厅、乌托邦流动的大头拢雨水一直灌，大家赶紧走。会采取这么极端的做法，是无原因的。印尼遭受Delta变异病毒入侵，确诊加死亡人数一直升悬，册楼新增加31000多例确诊，728人过身，拢创下新冠的纪录。册楼暗时，政府赶紧调度200外的散素桶，送到首都雅加达各医疗院所去救命。当局表示，到初二全国病院的占床率是75%，不过在人口上侪了外岛，某一寡病院的占床率却是超过90%。另外，在一座房房内底做观察的工人真无闲，甲结帮所做的肠鸭仔订好，并且甲伊油擦。业者表示，最近这波疫情造成死亡的人数一直升悬，确实也带动对观察的需求量。Iya. Pertama kita paling itu aja 10 sehari udah. Kalau sekarang ini bisa mencapai 30-an. Banyak orderan. Jadi kerjaan nambah ya? Kerjaan nambah, Pak. 路透社报道，疫情的重灾区了外岛加巴厘岛已经加强限制行动的规范，其他20省也在测试实施新的防疫做法。公视新闻林浩如编译。后边的会馆高从7月初1开始启用移风社的通行证，开放完整做过2档移风社的，而且佫有甲阴性体检报告的人，会当自由伫新冠国之间自由出入。若受疫情真严重的南欧的国家，嘛想要趁热天即个旅游大月，甲过去一冬的损失拢趁回来。叫热旅游大月，一班搁一班载满英国旅客班机到西班牙的马约卡岛，小岛过真久，搁一摆迎接度假人潮。自7月开始，西班牙巴利亚里群岛列入绿色旅游名单，这表示游客等英国了后，免搁经过10天的隔离。Relief. It's super happy and super grateful as well. It's good to be back in the sun. Yeah. 欧洲一名控制中心警告，到8月底，Delta 变异株会占据的后边9成病例。包括观光收集的南欧国家坚持制定边境政策，开放英国旅客入境。希腊则是直接开放，何止为后边进境新冠疫苗旅客展开旅游活动。We very much expect member states to fully apply that recommendation. However, it is not something that it is fully legally binding on the member states as would be a regulation or a directive, given that it is a council recommendation. 是毋是要开放英国旅客？的确2个立场倾向将边界关起来，原本呼吁成员国斗阵对外，防堵Delta变种病毒。不过随着葡萄牙Delta本土病例爆发，德国山进一步宣布，除了公民甲永久居民以外，禁止来自葡萄牙旅客入境。这好亲像更加强调自由流动疫苗通行证理念无同。
Member states should also follow the approach agreed in the recommendation, taking strict measures like quarantine, but avoiding travel bans. The German measures do not seem fully aligned with it. 针对变种病毒威胁，德国的做法是希望应争取更较侪时间，赶紧做疫苗。另外，南欧国家最后也选择牺牲损失，重新调整对英国旅客入境规范。公司新闻王碧文报道。今日国际上还有甚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世界卫生组织 WHO 表示，疫情爆发较大，全世界致病死亡的人数伫今仔日正式超过400万人。这是一个真大的悲剧，而且实际上过身的总数可能更较侪。来关心立陶宛经济部长接受媒体访问的时，是对外表示，打算伫今年10月份也是11月份秋天的时，要伫咱台湾成立办事处。伊嘛表示，无咧惊中国的制裁。来关心德国驻咱台湾的代表王祖道伫要落任，伊讲咱台湾去买飞 CBNT 的移风车，确实有影拄到真大困难甲阻碍。德国政府是希望移风车的买卖无应该受政治干扰，目前也咧谈判，也未成功。镜头，咱咱过来关心台东从6月份开始做 AZ 移风车了后，传出有4个死亡的疑似个案。那屏东伫这2天嘛出现2个做莫德纳移风车了后疑似死亡的案例，敢是甲移风车有关系？等待调查。昨昏全台湾移风车注刷了后，传出疑似死亡的案例又搁增加13例。台东县6月开始，2批注 AZ 疫苗原本敢若出现一个中辈伫注疫苗了后死亡，不过台东县卫生局初次证实，原来注 AZ 疫苗了后死亡的人数已经是4个人。施打 AZ 疫苗到现在有发生这个严重不良这个案例的通报案件有8例，其中死亡案例是10例。伫屏东市小林县2天出现民众注莫德纳疫苗了后死亡的案例，其中一个72岁男性无慢性病史，捌因为打结石做手术。伫初3注疫苗了后，迄暗烧到3:08度半，食药了后才退烧。毋过初7透早，伊坐伫床边，呼吸真喘，送到病院也是不治死亡。另外一个60岁、家己大个男性有轻度失灵，糖尿病史，顶个月做肝癌的手术。初2注疫苗了后，身体无啥物无舒适，一直到初6中昼，送餐员发现伊无食前1天的暗顿，大个所在也无人回应。通知家属了后，才发现伊已经无喘气、心跳。死亡的原因也有待进一步的调查。根据疫情指挥中心统计，全台湾疫苗最新死亡不良事件通报新增加12例，也有一个是性命危险变死亡。那这13位都接种 AZ 疫苗，75岁以上占9例，那有3例住机构，4例是洗肾，另外7例有慢性病史。指挥中心讲，敢若初61天就已经有96720人注射，其中 AZ 占7447人，莫德纳有89273人，全台湾累计注射的人数也突破274万多人，覆盖率来到11.45%。政府目前上界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扩大疫苗覆盖率。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新北市伫昨昏是新增加7个本土病例，另外内底有4个是家庭内的群聚感染，就是伫华航货运站上班的迄个员工因兜。另外沙丁堡的汤城广场之前有员工确诊，因为即马佫验出有阳性的个案，所以要佫做第2届的大体检。新北市初次增加本土确诊案例14人，其中4个人来自同一个家庭。头先发病是伫华航上班的先生，先传染给太太，甩去爸母也确诊。发病以后传给他的太太，再传给他的父母亲，所以一家有4个染疫。他的足迹相对的单纯，他大部分的整个活动都是在他的职场周遭，所以他主场是在桃园。一家3代6个人，只有2个囡仔采检是阴性。新北市府公布境内相关行踪。太太6月30日下晡4点捌去101文具行，7月初4下晡去家乐福。爸爸是伫7月初2早起9点捌去全联采买，初4、初52天的早起去三甲民生市场。也佫有捌发生群聚的沙丁堡汤城广场第2摆请人体检，结果一例阴转阳。初7佫启动大规模清消，甲全员体检。他的 CT 值很高，大概是38，等于快接近已经呈阴性，传播力很低。但是我们仍然要慎重，又再度启动筛检。
所以我们预计今天准备要筛1000人，明天要持阴性证明报告才能够进入上班。因为北农甲昆南市场关注事件，侯友宜对新北市拍卖市场的讲态更加谨慎。新北果菜市场7月初4做第3摆体检，4693人全部拢是阴性，也规定为7日开始要有阴性证明或者是做疫苗证明才能入场。家禽合作社7月初1第2摆体检，624人拢是阴性，7月会阁启动第3摆PCR检测。伊强调，新北市的态度就是一直体检，确保重要民生物资领域有一个清气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桃园昨昏是新增加11个本土病例，内底有国军病院的隔离者，也有北农案例接触者，大部分拢是隔离中发病。另外，华航的货运站有员工确诊，除了要大规模做体检，桃园市长郑文灿嘛希望讲，桃园机场货运站的员工，也有地勤人员，应该大声做预防针。桃园初6才宣布无人确诊，结果过一天，初7就新增加11个，敢若输双北。桃园市长郑文灿表示，确实错一个，不过这个案例差不多拢已经扣例隔离，有8例是伫隔离期满采检确诊，其中5例是国军桃园总病院群聚感染案扣例的人，一个是北农确诊者家属，另外新增加2例是甲台北就医有关系。居家隔离期满的8例里面，其中有5例是跟军医院804有关哈，这个是陪病家属。那他们居家隔离14天之后期满采检，那确诊哦，所以这个不会有其他的接触者哈。国军桃园总病院执行清零计划，初10是不是有可能恢复正常营运？桃园市政府表示，会国家指挥中心讨论了后决定。郑文灿进前则表示，机场货运团队的疫苗注射率差不多2成多，也无够。初7就传出华航货运站有员工确诊，即马医护又为着无要互国门有漏碰，希望桃园机场内底4大货运站的员工也甲地勤人员疫苗覆盖率会当达到100%。希望这个4大货运站。好，包括未来的这个桃勤跟长荣地勤，这个也是属于直接接触的部分，都应该覆盖率要到100%。郑文灿讲，华航员工确诊案件是伫初6暗时左右，新北市长侯友宜打电话甲伊讲，确诊个案住伫新北，工作地是伫桃园的花图，两边协调疫调，会进一步建立安全网，赶紧找出潜在感染源。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上新的统计，来关心咱国内的本土病例。昨昏咱本土病例有新增加39例，咱台湾的本土病例目前计共13885例。咱来看伫各县市的分布。目前咱台湾的病例数超过4000例县市，包括新北市有6603例，台北市有4624例。超过100例以上的县市，伫桃园是724例，苗栗547例，基隆307例，彰化268例，台中是199例，伫新竹县有108例。另外，昨昏有新增加9个死亡的个案。目前咱全台湾的本土病例加上境外病例，计共15128例。伫本土病例部分是占13885例，这个统计是疾管署采取上新的数字。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北农甲昆南市场发生群聚感染，昨早市长郭文铁去指挥所，甲指挥官王必胜开会。昆南市场今仔日要做第2届的 PCR 检测，北农明仔载嘛要搁做1届 PCR 检测。不过王必胜是认为讲，一直做 PCR 是无法度解决问题，嘛是爱针对市场管理做一寡改变，互相配合。北农甲昆南市场爆发群聚感染，影响各地方设联合前线指挥所防堵疫情。初7早起，台北市长郭文铁、副市长黄珊珊去万代指挥所，甲指挥官王必胜共同开会，讨论北农甲昆南市场防疫工作。昆南市场初5复试了后，会伫初8第2摆大规模批下体检，北农也要伫初9批下体检。7月8号开始，环南市场的大规模3300人的筛检。那北农的部分也会针对蔬菜区的摊位的摊商们、承销人们，他们做就是部分的人数的筛检，都大概1400人。初10开始，进出北农甲昆南市场要有初8以后的PCR阴性证明才入场。指挥官王必胜指出，制作PCR未清零，一直处理个案才能登湖，甚至达到清零。
如果一直做 PCR 没有做事，它也不会清零，做一些对市场的一些管理的措施，然后再一次检验，看看它效果好不好。那如果效果又收敛了，我们就再针对那个其他的，我们再做处理。这样1次、2次、3次，这样子我们就有机会能够达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和缓下来，或者是说甚至清零的效果。我们在7月1号以前打那些疫苗哈，要到它确定会发挥效果，应该在7月15号以后了。那所以在这段时间里哈，我们还是定期去做 PCR 哈，把那些可能的感染者再捞出来，也防止他们再去感染其他人了哈。所以这本来就是不管它叫口袋战术了。针对移工问题，原体表示，台湾目前有超过5万个非法移工，网价应该有几千个，这是国安甲防疫的空棒，要求中央严肃面对。市府公布2例确诊者活动行踪，其中一个是高铁警员15169例，6月29到7月7日拢伫台北车站上班，请大家提高警觉。记者综合报道。那台北市有开放7间病院会当免钱去做 PCR 检测，昨昏是头一天，有体检2400多人，冇找出6个确诊者。挂喙安甲服务行单 PCR 体检，台北市开放7间病院免费体检 PCR 第一天，有旅游史、接触史甲无症状的民众，拢上网络注本来体检。那现在是做 PCR 的话，会因为它比较准啊。因为那个快筛的话，比较容易可能有遇到那种伪阳性的问题，那做 PCR 会比较没有问题，所以来做这个。因为我有个同事前2天，昨天确诊嘛，那我们办公室想说，就是同一个办公区的部分同事全部来做 PCR， 对，确认一下是安全的。台北市开放联合病院、和平中心仁爱阳明甲中校园区以及干道病院甲万丰病院免费体检 PCR。市府统计规工内有2417人体检，找出6个阳性确诊者。台北市长郭文泰表示，每当注本1礼拜了后，按过用注本登记或者是过工，名价会依照实际进行调整，也请大家合理使用。台北市联系中校园区每礼拜拢会对高风险单位固定体检，结果发现有2个确诊，已经考虑90名接触者做疫调。本院区定期针对高风险单位同仁采检，于7月5日发现急诊2位同仁无症状确诊，以匡列接触者进行采检，并完成急诊环境清消。确诊的2个人拢是无症状，一人是急诊室陪挂人员，一人是病房助理，其中1人已经做过第1期疫苗，另外1人无做。院方已经将2个人隔离治疗，同时做急诊环境清消。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来关心7月10日敢有法度解除3级警戒。今仔日行政议会要做讨论，有人就烦恼讲，若放零敢会互疫情阁压起来。伫屏东即摆就业者己规定讲，你个若是要去大，爱教3天内快筛阴性的证明，也是讲你有做过预防社提出证明，才会使去大。规栋民宿拢无人，敢若几只鹅伫散步。3级警戒影响屏东恒春的观光产业真大。即阵啊，本土病例数持续降低，各地5万小可解封。毋过，这对旅宿业者来讲，心情有哪真两难。很期待解封，但是也很害怕疫情会扩散。那所以说呢，就是请大家呢，还是先就是做好自身的准备。民宿业者是烦恼解封了后，规定人来佚佗，要求旅客爱提供3天内快筛阴性证明，也是提出疫苗注射的黄卡，才当入来大。我来提供大麻拍折。饭店业者是讲，因为房间数较济，这个因素较免比较办理，不过会当改良做法。当地居民认同业者的营运方式。打过疫苗出来玩，我们给你优惠。这个措施能应对的一些鼓励，这都可以业者来做这方面的一个推广。年轻人都关了1个多月了，可能有一些按耐不住。如果说他们没有注重的话，有可能会带着病毒跑。屏东县政府对业者的做法表示尊重，不过安提醒，不管是不是有解封，业者甲旅客拢要遵守目前的防疫规定。目前的一个疫情也稍微舒缓，不过来讲的话，我们仍然要做好相关的一个警戒哈，那避免所谓的疫情扩散。台湾头到尾一天行会到，解封了后，无法度掌握民众去倒位。旅宿业者也呼吁政府，若果真正要解封，希望伫疫苗有够的情况下，互第一线接触旅客的旅宿工作者会当做疫苗，互观光业加淡薄仔保障。记者综合报道。
那台东已经是连续26天拢无出现本土病例。台东县政府是宣布讲，森林公园甲活水湖会当重新开放，昨早着民众去游水啊。不过当地人是较惊吓，讲疫情还未解除，还是爱大家暂时莫去较好。封起来这边2个月，台东活水湖甲森林公园，台东县政府考虑到县内已经26天零确诊，初7宣布开放予民众运动，不过也是爱按疫情管制措施，袂当均住的规范。若去公园活动，喙暗也是爱挂好好势，来遮行大运动的民众是感觉真欢喜。这个简直是天赐的，很开心，很多有啦，也有很多人都来运动啊。不过，民众也是希望外县市的游客会当暂时忍耐一下，先莫来佚佗，因为绿岛、兰屿真受欢迎的景点，当地已经这边2个月无观光的收入。即马台东县有小可解封的气氛，不过因也是再三咧考虑。根据县府的统计，兰屿的居民注疫苗的比率目前是11.2%，绿岛是17.9%，也无算济。所以离岛的居民希望疫情的境界若是降级，恢复交通，政府都要有相对应的措施来保障离岛居民的健康。澎湖、金门、马祖预计要这个普打疫苗哦，为什么没有把我们绿岛、兰屿跟小琉球也考虑进去啊？台东县政府表示，开放部分的公共场所无代表解封，民众要是爱按防疫规定来出入。也若要去离岛的民众，县府已经伫机场设快筛站，离岛的卫生所嘛有快筛服务，拢会当来闭关。不过会对中央公布的措施来调整。便若开放国内旅游，县府嘛会规划因应的管制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有一阵30桶货的少年家，因家己开钱要消毒设备，有做消毒的志工队，逐礼拜拢会替社区消毒。穿着会反光的甲，排着漂白水，沿路伫喷消毒剂。不过，这少年人毋是环保局的人，因只是台中南屯热心的民众。它那个农用的那个喷雾机、消毒机，它其实是缺货的，所以其实我们也跑了蛮多地方，然后再来像那个漂白水的稀释的比例，我们也都要去找专门的人来研究，说这块要怎么使用。这少年人差不多拢30桶货，工作较用来时间无伫厝内底，拢是家己出钱来买这消毒设备，组成消毒义勇军。每礼拜用2-3天的时间，义务体在地做清洁消毒工作。每一届至少爱4点钟，一个月行遍南屯区各社区大楼，常常着山爱靠山，里长拢感觉真感动。这群少年人吼，派着因家己的家私物，来每一个社区来做防范消毒吼，我感觉。对大楼这的住户吼，非常的安心啦，比较安心啦。我们会一直持续的走到我们整个全台湾都到嘉陵为止，到整个解封为止，我们会努力的把它走完。所以有走过的里，我们会再去过一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要针对这25个里，一直不停的去做循环。这青年表示，因所到所在拢感受到民众的热情，更加坚定家己的乡土、家己顾的决心，也相信疫情一定会转好。老官所行过脚掠，会是一世人难忘的回忆。记者综合报道。新华消息来关心，主计总处公布6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甲去年同期比是起1.89%。主计总处讲，即马咱国内暂时无钱愈来愈肥现象，淹过6月份的菜色、果子、海鲜甲肉品，抑有鸡卵拢有起，有诶嘛创下26个月以来新高。受疫情影响，国内真侪经济活动拢停落来，不过整体物价却是起价，尤其是食面，最近菜价称悬，已经反映伫便当的价钱顶悬。吃饭也比较贵啊，130吧，140吧。什么拢起，不止民众吃袂消，便当小食店业者也花艰苦，因为种花成本变悬，各以小菜类起上济。便当店头家提出大买菜色，5月买时阵才几百块，7月价钱已经起1倍。200，那个疫情还没爆发之前是600-700，然后昨天买的时候是1000多。高丽菜最近就很厉害，500、600就挑上去讲了这样子。看看7月12号，看看还要怎么样子这样子的。10块吧，10块到15块嘛。
主计总处公布6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比去年同月起 1.89%， 七大类当中交通通信起 7.67%， 主要是机票起超过3成，邮料费起至 7.78%， 另外食物类整体起 1.18%， 菜色起 8.78%， 水果 6.58%， 肉类是 3.65%， 两类6月起上济 11.49%。近期 CPI 涨幅较大。的确是因为去年低基数的关系，国内整体的物价尚无通货膨胀的现象。因为鸡蛋、猪肉以及鸡肉呢，大多是受到饲料价格上涨，以及民众因为疫情自己在家里烹煮，所以需求增加等因素。主计总处表示，菜色起价主要是连续大雨影响，因为油价已经连续8礼拜起价，卡数继续起恐惊带动物价。行政表示，会由政府甲中油公司吸收部分起的幅度。另外，民生用电7月热天电费钱是毋是要起价？行政已经请经济部做整体评估，看疫情后续发展，倾向由台电家己吸收电费钱，减轻财务负担。记者综合报道。政府有推出纾困补助，也毋过有一寡做线工的民众领无，引起民众不满。即马劳动部是放零规定、放零限制，宣布讲只要4月份，其中有1天有去补劳保的，就会当去申请。位在树林夜市啊，迄个店原本因为疫情暂停营业，也毋过7月末决定生意也是爱做，也阁无共的是对柜台到天棚拢看到一层透明的塑胶膜来防疫。迄个改做看见的饭甲青的肉片炸出去食为主，营收敢若剩1成利益，无法度少甲临时的时调留下正式的人员。我们原本这边工读生呢，因为学校也停课的关系，他们都已经回家了。是附近的民传大学、文化大学的学生，打工赚钱、付房租或是付学费等等的。对，如果没有办法打工的话，对我们影响也蛮大的。真侪餐饮店甲服装店拢推出树林夜市啊，也连带影响到伫这店内工作人。尽管劳动部推出1万块纾困的补助，也毋过袂少大学生做临时工作人讲根本无法度符合资格，因为原来规定4月30有6补劳工才会使申请。毋过袂少头家采取按排班的日子投保，也就是4月30无放排班就袂被6补。所以讲劳动部放宽这个规定，即个4月份任何一天有参加就业的保险，而且工作人就有资格来申请。放宽，只要这个4月份其中有任何一天有参加就保记录就可以了，其他资格条件没有改变，包括月薪资23100元以下，以及原来有的这个排除条件仍然不变。做临时工作1万块的纾困补助，受到帮助人数原本41万人，放宽了后有结果再增加6万4000多人。不过这条件也是头家爱守法，有替劳工投这就业的保险。这摆纾困也互部分的劳工发现，原来头家为了这性支出，从来无甲因投保，互你家己依然无法度符合资格。记者综合报道。再去看世界，镜头来国外。上太空是真侪人的梦想。英国一个大好家人，也就是美丁银河的创办人布兰森，伊是宣布讲，伊7月11就要去外太空，就要出发啦。这是凭另外一个大好家人贝佐斯，也搁较早，袂输是2个好家人在互相拼死。由英国亿万好家人布兰森所创立的维珍银河，伫顶个月得到美国航空管理局的批准，稳准运送乘客去太空，创造太空旅行的里程。即马创办人布兰森宣布，要伫7月11坐家己的太空船去太空。I'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it for 17 years. I only was allowed myself to get excited about 2 or 3 days ago when a guy in charge of engineering rang me up and said every box has been ticked. 另外，乘客名单中上私人主义，也有维珍银河公司负责公共事务的班德拉，伊将正为第2位上太空的印度的女太空人。Right now, I'm not nervous. I'm just really excited and ready. 布兰森的上太空计划，互外界解说讲，是要伫这场好家人的太空竞赛当中得头名，因为伊比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原定的登太空日早9天。不过布兰森是好人，甚至好意邀请贝佐斯来见证家己成功。And that is sold $28 million to number 107. 以2800万美金，差不多7.8亿台票的计价，买一座10分钟的太空旅程。新比美主会伫7月20，也就是阿波罗11号登月52周年这天，为德州的西部太空站，甲贝佐斯也甲小弟马克做伙前往太空。另外，乘客名单中也有伊。
即马82岁的冯克，捌伫1960年接受过太空人培训第一批女性，毋过最后是性别问题无法度去入太空。无想到60年后，得到贝佐斯的邀请，成为目前上济岁的太空人。哈哈 ，Can hardly wait。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关心环境，来去澳洲。澳洲头一间本土野生动物病院，伫4月份的时，伫澳洲的西部成立。短短2个月时间，已经救几20只险险互安乐死的野生动物。大风雨面大，抱着这只俗称大喙鸟的鹈鹕，准备该动手术。 The hooks come through the pouch here and has lacerated the pouch. So this is just some temporary staples to hold the pouch back together. 澳洲第一间本土的野生动物病院，今年4月伫咧澳洲西部大城珀斯成立启用。最近2个月以来，有几60只野生动物因为人类的过失，或者是和其他动物攻击受重伤，差一点就要安乐死。好在在经过兽医的治疗，慢慢好势。 There's never a dull day. We've done all sorts of different things here. We've done cesareans on bobtail lizards. We do orthopedic repairs. We do skin grafts. There's always something new to do. 这间动物病的配备正潮，有电光机、动静病房、放射设备、恢复室，甲一间急诊毒室。 和兽医会当用无同嘅方式医疗无同动物嘅伤势。 There's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that come in that need help, and you just have to try and figure out a way to save them. So there's not textbooks on how to do this. You just have to be a little bit innovative and figure it out. 医疗好这款动物了，便会请当地居民甲这款动物互动，也和居民了解家己无心的过失会造成这款动物受伤。 进一步改变人类的行为模式。动物病院即马业务工作量愈来愈多，所以希望甲当地大学也和其他机构合作，会当医疗更加侪受伤的动物。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辑。关心天气，甲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6度。 中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5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4度；外岛是27度至34度。做伙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 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乡亲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